大家好，我係 Brian 啊，嚟到呢集阿努納奇與尼比盧就會講呢個外星生命假說，咁我哋都會從呢個神話學同埋天文學去解讀呢個假說係點樣嚟嘅。咁首先咩叫阿努納奇呢？咁阿努納奇其實就係一個統稱，係講緊蘇美爾嘅眾神嘅。阿努本身係代表天空啊，納奇代表大地，所以佢嘅意思咧就係講緊咧從天國嚟到地球或者地面上嘅一班神，就叫做阿努納奇。阿努納奇其實咧係有幾多個呢？咁根據文獻記載咧有600個阿努納奇係嚟咗凡間就去咗蘇美爾地區，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嘅伊拉克嘅位置嘅。亦都係我哋人類第一個古文明嘅。咁阿努納奇入邊呢，雖然話600個但係入邊有12個最主要嘅主神。咁我哋講幾個比較重要包括呢一個眾神之王安努Anu 安努嘅意思其實代表天空咁解佢係基本上佢好少嚟凡間嘅，佢有嚟過嘅，根據蘇美爾文獻有嚟過地球，但係佢主要係居住喺天空上邊嘅宮殿，而佢嘅宮殿呢，好特別嘅，佢講到呢，即係蘇美爾文獻講到佢有2棵樹，就係有呢個真實之樹同埋生命之樹喺個宮殿嗰度嘅。你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熟悉啊？就好似我哋聖經入邊伊甸園呢，未講過又係有2棵樹啦，有呢個智慧樹同埋生命之樹嘅都係。再一次俾我哋見到呢，聖經同埋呢個蘇美爾嘅神話呢，又有好多嘅共同嘅地方。咁我之前都有講過啦，就唔代表邊個抄邊個嘅，有可能大家係有一個共同來源，只不過之後就分開咗啦。蘇美爾有蘇美爾嘅版本，聖經有聖經嘅版本咁樣啦。但係起碼俾我哋見到佢哋兩者之間有個相似嘅地方。而家你見到安努隔離呢，有個數字60，代表乜嘢呢？代表佢嘅地位嘅高低，個數字越高呢，就代表越大嘅佢嘅地位。咁60基本上係最大嗰個嚟嘅，所以安努呢就係喺呢個蘇美爾眾神之中最大嘅天神嚟嘅。咁點解要用60？因為本身蘇美爾就係60進制嘅，佢哋中意用。甚至我哋而家嘅時鐘1小時60分鐘，每分鐘60秒，呢個60進制嘅源頭，正正就係嚟自蘇美爾文明。咁所以而家連佢嘅神最大嘅神都用60去代表呢，就再一次我哋見到嗰60進制對於佢哋嚟講呢係相當之重要嘅。而安努佢本身呢係有後代嘅，生過一個仔就叫做恩利爾 Enlil。咁你見到佢嘅仔嘅數字呢細啲咯，50。但係已經係排第2噶啦，即係僅次於啱啱個安努。咁就係而家畫面右手邊呢一個戴住牛角帽嘅。因為恩利爾呢，佢嘅代表符號呢就係牛嘅符號嚟嘅。咁而恩利爾就係蘇美爾嘅領導地面上邊阿努納奇嘅領袖嚟嘅。因為啱啱所講個安努呢，佢就好少嚟凡間嘅，就派咗佢長子恩利爾呢係管理大地就管理地面上嘅阿努納奇咁所以恩利爾本身係僅次於安努噶啦個地位而佢本身呢，喺蘇美爾文獻入邊呢，點樣形容到佢呢？就形容呢個恩利爾就話喺天國入邊，恩利爾係王子，喺地球上邊佢係領袖。咁你可想而知呢，佢嘅地位係相當之高嘅。而恩利爾佢本身有個特徵就係掌管風暴嘅。如果你有聽我之前講呢個史前古文明，甚至講洪水神話嘅時候呢，喺蘇美爾洪水版本入邊，負責引發洪水落大雨嗰個，正正就係恩利爾。因為我之前都講過，恩利爾就唔係太中意人類嘅，於是就用洪水呢去滅世咁所以恩利爾嘅角色呢，就係蘇美爾版本引發洪水，有啲似聖經入邊嘅耶和華因為當時耶和華係要毀滅地面上一啲有罪惡嘅人甚至我之前所講嘅拿非利人即係嗰班巨人啦咁就要用洪水滅世。所以呢度有一個同聖經有啲對應嘅位置俾我哋見到嘅。恩利爾佢本身呢都有後代佢又生咗個仔叫做恩或者閃有時叫做或者新譯音。你見到個數字再低啲咯，30噶咯咁你會見到佢代表符號一個月亮，其實佢正正就係蘇美爾嘅月神嚟嘅。
而呢個因或者新佢本身嘅根據地就係蘇美爾嘅烏爾城啊。烏爾呢，其實大家唔應該陌生，點解呢？其實譯音嚟嘅，唔同文獻有唔同嘅譯音。聖經就叫做吾爾，得唔得啊？正正就係亞伯拉罕呢嘅出生地呢，就係吾爾，即係烏爾，正正就係拜月神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呢，其實呢度又俾我哋見到呢呢一個蘇美爾同埋聖經入邊嘅關係喎。即係我哋聖經一個咁重要嘅角色，亞伯拉罕正正就係嚟自呢個烏爾城嘅。咁因本身呢，佢又有後代喎，就生咗呢一個嘅烏圖啊，有時叫沙馬什，即係呢一個嘅太陽神嚟嘅。你而家見到呢，佢有個太陽輪啊，就係經常呢喺蘇美爾嘅浮雕嗰度呢，去代表呢一個沙馬什或者烏圖呢一個太陽神。其實如果係我嘅讀者呢，應該唔覺得陌生嘅。對於呢個符號，點解啊？因為我第一本著作《上帝的叛徒守望者》個封面嘅頂部就係用咗呢一個烏圖或者沙馬什嘅太陽輪嘅。點解我要用呢個作為封面呢？因為我本書經常提及呢個沙馬什呢個角色嘅。而且呢，亦都發現呢呢一個嘅太陽輪呢，同三星堆入邊嘅其中一個太陽輪都好似。咁我本書嘅後半部亦都有詳細分析呢個三星堆同呢個蘇美爾甚至埃及之間嘅關係嘅。咁我入邊有好詳細分析，咁我呢度唔特別喺度討論。有興趣嘅你參考翻我入邊嘅著作啦，就會講到呢個蘇美爾同埋古蜀文明之間嘅關係嘅。咁另外呢，安奴呢，即係啱啱個眾神之王，佢亦都有另一個仔叫恩基 Enki 啊。咁你見到個排名40，即係僅次於呢個 Enlil 恩尼爾嘅，即係兩兄弟嚟嘅啫，佢哋咁所以如果講權力，佢又排第3。咁你見到恩基本身呢個膊頭流咗2條河流出嚟啦，分別就係蘇美爾最重要嗰2條河流，就係幼發拉底河同埋底格里斯河。咁呢2條河流其實聖經都有提及就係講到呢2條河流就係由伊甸園流出嚟嘅。正正就係其實係蘇美爾附近嘅地區嚟㗎。而呢個恩基有咩特別呢？佢本身就係水神。掌管呢個海水同埋河水啦。咁而佢最重要另一個角色就係佢係創造人類嘅。喺蘇美爾嘅神話入邊，佢用泥土造人。咁同聖經嘅記載又好似喎，聖經嘅耶和華都係用泥土造人。咁而佢就同啱啱佢嘅兄弟恩利爾有啲相反啦。恩利爾啱啱講咗就唔係好中意人類，但係恩基由於係佢創造人類，所以佢特別愛護人類。當佢知道恩利爾要引發洪水毀滅呢個人類嘅時候呢，佢就提醒咗其中一個重要嘅人類，就叫烏特納比西丁，就教佢做方舟，跟住就避洪水。咁跟住嘅劇情又同聖經嘅版本差唔多啦。咁所以你又會見到呢一度聖經同蘇美爾嘅洪水神話呢，其實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而恩基本身呢，咁佢就亦都有個後代就係馬爾杜克。咁大家應該唔會陌生啦，因為咁啱我上一集講呢個 Planet X 同埋呢個 Nibiru， 即係呢個尼比盧嘅時候呢，就講到馬爾杜克呢，雖然係一個神嘅角色但係佢亦都可以對應天空上邊嗰粒星體，就係尼比盧嗰粒星，即係Nibiru嗰粒星。咁上一集都講到啦，就係馬爾杜克佢本身一個好重要嘅神話嘅情節，就係同呢一個提亞馬特大戰。咁提亞馬特係神話入邊就係一個邪神嚟嘅，馬爾杜克就係一個正直嘅神啦。咁兩個神大戰。咁上一集都講到就係呢個施傳教授呢，就將呢一個大戰嘅神話睇成一個天文事件，就解釋咗我哋地球同埋月球點樣嚟啦。咁呢個上一集講咗啦。咁所以馬爾杜克本身其實喺蘇美爾神話入邊都好重要嘅。因為佢係一個最打得，或者可以睇成一個戰神啦。最尾佢係代替咗恩利爾成為呢個蘇美爾嘅眾神之王嘅。而另外就係啱啱我哋所講呢，咁多個神子包括恩利爾新恩基馬爾杜克等等，呢啲全部就統稱阿努納奇 Anunnaki。所以阿努納奇本身唔係一個個別嘅角色嚟㗎，記住係一班眾神嘅統稱。咁而啱啱我介紹嗰啲呢，就係呢班阿努納奇入邊比較重要嘅幾個角色啦。
一講到阿魯納奇就不得不提呢一個司前教授啦。咁上一集我都有提過佢啊，因為佢喺佢嘅眼中呢，阿魯納奇就唔係咁簡單喎。因為佢認為咧，阿魯納奇係對應啲星體。咁點解佢會有呢一種解讀呢？就係因為佢識得睇呢個楔形文字。而家你畫面見到呢，左手邊就係蘇美爾嘅象形文字，最右手邊呢就係阿卡德嘅楔形文字。所以嚴格嚟講，楔形文字呢應該係屬於阿卡德嘅。而蘇美爾應該係屬於象形文字嘅。不過通常我哋撈亂啊，因為阿卡德係繼承於呢個蘇美爾文明嘅，所以都好接近嘅啦，個年代係後少少嘅啫。咁所以我哋先睇左手邊，左手邊係見到一粒星啦。頭嗰兩幅圖都好似啊，一粒星。其實第一粒係代表安奴啊，即係嗰個啱啱講嘅眾神之王安奴啦。跟住呢一個真係代表星嗰粒嘅象形文字，基本上係同一個寫法。你見到，即係喺蘇美爾嘅人眼中呢，安奴同天空上邊嘅星呢係有關嘅。咁而呢一個象形文字最尾演化成最右手邊嘅阿卡德文呢，呢個代表諸神或者眾神。咁更加清楚顯示到呢，當時嘅蘇美爾人呢，認為佢哋嘅眾神係嚟自星星嘅，嚟自天空嘅星星嘅。咁所以啱啱個司前教授先至會有咁嘅解讀。咁當然佢再配合其他嘅蘇美爾文獻，就認為啱啱我哋所講嘅阿魯納奇嗰班神係嚟自星星嘅，嚟自一粒星嘅。咁嚟自邊粒星呢？你估下嚟自邊粒星啊？咁就同我上一集所講嘅嗰粒星好有關啦，就係 Nibiru 尼比魯。咁點解佢會認為同尼比魯有關呢？因為上一集我都講過，尼比魯本身就係一個長周期嘅行星，佢就係而家你畫面呢紅色軌道嗰個一個橢圓形軌道。咁呢粒星呢，大概呢每3600年呢就會去到近日點，即係接近地球或者接近太陽啦。咁當即係喺司前教授嘅概念認為當呢個 Nibiru接近地球嘅時候呢，咁就提供一個機會俾嗰班阿魯納奇係由個 Nibiru 落到嚟地球啦。因為距離近啊嘛，距離近嘅時候，佢由上邊嘅 Nibiru 落嚟地球係容易啲啦。咁所以佢認為咧呢一個嘅Nibiru本身就係阿魯納奇原本居住嘅地方，只不過後尾落咗嚟凡間，即係落咗嚟地球，然之後建立咗地球嘅文明，甚至創造咗人類。喺佢嘅立場咁樣睇嘅。咁而我哋而司前教授睇翻呢個蘇美文獻呢，就發現呢，喺洪水之前即係蘇美爾嘅洪水神話入邊所講呢，發生洪水之前呢，佢哋係有10個王嘅，10個嘅蘇美王嘅。而每一個王呢，佢統領嘅時間都唔同，但係佢歸納到一樣嘢，就係每一個王呢，佢統領嘅時間加埋呢，就係432000年。10個王夾埋統領嘅時間432000年。哇！你話10個王都已經43萬年咁犀利，係喺蘇美爾嘅神話入邊講到呢10個王嘅壽命係相當之長嘅。總之佢哋10個夾埋嘅統領時間、領導嘅時間係432000年。而再細分去睇佢哋每一個統領嘅時間呢，佢哋咁啱都係3600嘅倍數嚟嘅。咁而如果你睇翻10個王夾埋嘅總時長呢，432000年都係3600嘅倍數。咁有咩特別呢？咁就同啱啱個Nibiru有關啦。咁另外佢亦都發現呢，啱啱講咗10個王咁啱呢，我哋聖經入邊創世記亦都有提到洪水之前即係挪亞大洪水之前呢，係有10代嘅，即係由亞當嗰代開始計起啦。一路經過以諾馬士圖拉等等，一路去到挪亞嗰代。挪亞嗰代就係發生洪水嗰代，就啱啱好10代嘅。咁所以有啲人呢就對比咁會唔會呢10代就配對翻蘇美爾嗰10個王數字上係吻合嘅，但係個時間上就唔吻合。因為如果你睇翻聖經嘅族譜嗰10代加埋都大概2000年左右嘅啫。即係由亞當去到挪亞，大概橫跨2000年左右。但係你話哇，10個2000年都好長即係平均200歲一個係因為當時呢聖經講到洪水之前嘅人嘅壽命好長最長去到900幾歲嘅所以總之嗰10代夾埋就大概2000年左右。咁同啱啱蘇美爾嘅432000呢，似乎都有一段嘅距離，但係只能夠話俾你聽呢，
十代似乎個數字同嗰個10個王呢係吻合但係個時間上就唔吻合嘅咁究竟呢個432000年本身有咩特別呢？啱啱都講咗432000年佢本身就係3600個倍數，所以啱啱個思全教授就認為咧呢個432000年呢係同呢一個尿布魯有關，甚至每一個王呢，佢統領時間呢，既然咁啱係3600個倍數所以佢相信呢就係因為當個尿布魯接近地球嘅時候呢，咁可能就會換班啦，即係原本係地球統領嗰個王呢，就會同尿布魯上邊落嚟個王呢就交接。所以點解每一次交接期嘅時候，佢嘅時間嘅長短都係3600個倍數？譬如你想象第一個王佢統領咗3600，點解會3600之後轉咗第二個王呢？就咁啱嗰個尿布魯係兜咗個圈翻返嚟接近地球啦，咁跟住再換第二個王落嚟地球如此類推。咁有時未必一個圈，有時可能相隔咗7200年嘅，咁就啱啱好兜咗2個圈，佢再換第二個王啦。但係起碼蘇美爾文獻話俾佢聽呢，每一次交接期之間個時間嘅間隔呢，都係講緊3600個倍數，咁似乎係配合緊呢一個尿布魯嘅週期嘅，咁所以先至令到思全教授推論，就係嗰班阿努納奇原本係住喺尿布魯上邊，只不過每一次當個尿布魯接近地球嘅時候，佢有可能會派第二個王落嚟去交接之前嗰個王，咁樣睇嘅。呢個就係佢嘅解讀。但係我認為432000年有可能係另一種解讀。記唔記得432000呢啲數字呢？我之前有好多集講歲差密碼、歲差數字都有提過4320呢個數字嘅。呢一個呢，就其實其他神話都有講過類似譬如我哋就攞印度嗰個啦，印度嘅創世神梵天，佢本身呢，一日呢就相等於地球或者人類嘅43億2000萬年，亦都係出現咗4320呢個數字嘅倍數嘅。得唔得？呢個印度神話入邊，即係你會見到係其實都唔止嘅。你之前睇翻我一集專講歲差密碼嗰一集呢，其實4大古文明甚至去到中美洲一啲文明都會有呢一個歲差數字出現嘅時候，咁我哋就未必係當佢一個真實數字，而係一個象徵性嘅。而呢種象徵性嘅數字背後有咩意義呢？就同天文學有關嘅。因為我之前都講過喺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麻省理工一個教授桑提拉納出過一本書叫《哈姆雷特的石磨》，佢入邊已經提及過呢，就係佢都發現咗好多嘅古遺跡入邊就隱藏咗一啲嘅數字。呢啲數字本身就同地球自轉軸嘅擺動周期有關。而家畫面嘅左手邊就係個地球嘅自轉軸，佢係每隔25920年呢就會兜一個圈，即係兜360度啦。咁如果你將呢個25920除翻360咁即係每72年呢，佢會褪一度角。咁褪一度角有咩特別呢？當個自轉軸擺動嘅時候呢，你每年嘅春分呢去睇嗰個嘅太陽日出嘅時候，你會見到太陽日出嘅背後嘅星空會可能會唔同嘅星座嘅就係因為個自轉軸一擺動之下呢，就會個背景星空會變咗另一個星座。咁每隔幾耐會改變個星座一次呢？如果你睇翻啱啱我哋計算啦，72年褪咩一度，而喺天文學上邊嗰黃道12宮呢，大概30度角一個嘅。咁即係如果要褪30度角呢，就係將72乘翻30，就會得到2160。所以每隔2160年呢，就會褪一個星宮，每隔4320年就會褪2個星宮，你就會見到出現咗4320呢個數字，正正就啱啱蘇美爾神話入邊嗰10個王所統領嘅總時長就係432000，就係4320呢個數字嘅倍數。呢個唔係一個巧合嚟㗎，因為呢個數字唔係咁容易出現大家要知道喺印度神話出現4320倍數，去到蘇美爾又出現4320嘅倍數。咁我哋究竟係當佢係一個真實數字去睇，定係一個象徵性？其實背後係代表緊呢一個歲差運動呢。喺我個立場，我覺得可能真係同呢個歲差有關嘅。咁而呢個歲差運動有咩意義呢？就同我之前經常提及嘅洪水事件有關。因為而家我哋發現呢，天文學上嘅證據洪水應該發生喺公元前嘅10500年至800年之間，即係離我哋而家12800年。當時係乜嘢世代呢？當時正正就係個春分日出係進入緊呢個獅子座嘅年代，或者我哋叫獅子座嘅時代，即係一個歲差運動
導致個春分日出進入咗獅子座。而正正我之前都分析過，我所發現嘅歲差巨型本身嗰個埃及嘅獅身人面像佢正正係對準12500年之前春分日出嘅位置，而當時日出嘅背後星空就係獅子座，即係獅身人面對準獅子座。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巧合，或者話俾佢聽呢，歲差運動本身同獅身人面像擺位所對準嗰個方向其實有關，亦都同呢一次嘅洪水事件有關嘅。咁所以究竟蘇美爾神話既然佢都講緊一個洪水，而佢洪水之前呢係統領咗432000，究竟呢個係一個真實嘅時間嘅長短，定係一個象徵意義，係代表緊呢一個嘅歲差運動喺背後呢？呢個係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咁究竟嗰班阿努納奇落嚟地球有咩用呢？做啲乜嘢呢？根據之前教授佢解讀啲文獻認為嗰432000年嗰班阿努納奇呢，主要落地球呢係要掘金嘅。你話無啦啦掘金，有真實用途嘅，佢唔係攞嚟做裝飾㗎。根據蘇美爾文獻或者思泉教授嘅解讀，佢哋之所以要落嚟地球掘金，就係至少起碼尿布魯本身佢係好稀有呢種金屬，所以佢先至要嚟地球去掘金。咁掘金落嚟做啲乜嘢呢？就佢哋掘嘅位置呢，根據思泉教授分析，就係我哋而家南非嘅位置。其實係非洲嘅東南部啦，近呢一個非洲大裂谷嘅位置。咁嗰邊的而且確而家發現到係好多金礦喺度嘅。咁佢相信呢，其中一個金礦就係當年阿努納奇去掘金嘅地方。咁掘咗有咩用呢？我啱啱講咗唔係攞嚟裝飾佢係有實質用途，就係要拎翻去佢哋嗰粒星，即係尿布魯嗰度做啲乜嘢呢？就要放落去佢哋尿布魯嘅大氣層。根據佢嘅解讀蘇美爾文獻講到尿布魯本身都有大氣層，不過個大氣層呢出現咗問題，即係個溫室效應好強就令到佢哋呢好難生存嗰班阿努納奇喺個尿布魯上邊，於是佢哋要落嚟地球掘金，跟住拎啲金翻去磨成粉末，就滲落去佢哋嘅大氣層嗰度，作為一種反射物料去反射太陽光，去減低呢個佢哋嗰粒星嘅溫室效應。呢個就係思泉教授嘅解讀咁當然的而且確金粉係可以反射啲光嘅但係係咪要攞嚟減少呢個太陽光照射，減低呢個溫室效應呢？呢個就係思泉教授佢嘅解讀啦。咁我哋不妨參考下啦。咁所以喺思泉教授嘅概念所講呢，嗰班阿努納奇本身呢，嚴格嚟講呢，就唔係神咁簡單啦，即係唔係普通一個神，而係似乎一個外星生命體，係居住喺呢個尿布魯上邊。只不過佢哋係有實質需要落嚟地球去掘金，所以點解每隔3600年佢可能要換班派啲王落嚟呢？而嗰班王或者其實就要統領住地面上嗰600個阿努納奇，就係要進行掘金嘅過程嘅。所以嗰班阿努納奇好忙嘅，喺地球嗰度呢，唔係遊手好閒而係佢真係要做嘢，就係要做苦工去掘金，掘完之後呢，就要運翻上去尿布魯嗰度去拯救佢哋嗰個咁嚴重嘅溫室效應嘅。思泉教授呢種認為地球嘅生命係嚟自外太空其他文明或者一啲外星嘅星體呢種概念呢，係咪完全係浮誇呢？又其實唔係嘅。點解？因為係我哋天文學上邊呢，的而且確有類似嘅理論或者個概念嘅。咁我哋就叫做panspermia，中文譯做泛種假說。呢個假說講明假說，即係都冇一個實質證據顯示呢個理論係正確嘅，不過係一個合理嘅推論我講過咁泛種假說嘅意思就係地球嘅生命呢，就唔係地球自己形成而係可能遠古嘅地球受到一啲小行星或者水星撞擊嘅過程呢，將咗一啲嘅微生物帶落嚟地球。
因為小行星啊、彗星呢，佢有機會上邊呢係可以隱藏一啲嘅微生物或者細菌，甚至一啲有機物質而呢啲細菌可能係受到冰封嘅保護因為彗星本身係一個冰封狀態，或者一啲水分好高嘅星體咁所以有天文學家認為會唔會喺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可以令到嗰啲嘅細菌可以保存落嚟甚至佢哋認為可能一啲孢子嘅狀態，將呢啲有機物質呢帶咗落嚟咁當然當佢衝入大氣層嘅時候呢，係咪可以承受到個小行星或者彗星喺地球大氣層嘅摩擦力嘅高溫呢？呢個亦都要考慮嘅。但係佢哋喺呢個假説入邊呢，就認為有咁嘅機會呢，佢仍然捱得過當佢穿入大氣層嘅時候，個高溫落到地面嘅時候呢，就將呢啲有機物質甚至細菌呢，就帶咗落地球，就繁衍地球嘅生命嘅。咁呢個就係泛種假説嘅大概嘅概念啦。咁你話有冇一啲間接證據顯示到呢個假説係正確呢？咁事實上又真係有嘅。咁就喺1996年科學家就喺呢個南極洲嘅 Allen Hill 嗰度呢，就發現咗一嚿隕石，就係而家你畫面見到佢哋俾個編號呢，叫做 ALH84001。咁呢個隕石有咩特別呢？佢哋驗證過呢個隕石嘅成分呢，基本上同火星上邊嘅係一樣嘅。即係簡單啲講，佢哋認為呢個隕石係嚟自火星嘅。咁點知呢？因為我哋人類曾經派過呢個火星探測器去過火星表面拎過啲岩石翻嚟地球啦。咁進行對比嘅時候呢，驗證到嘅成分呢係基本上係火星表面嘅岩石嚟嘅。咁所以佢哋就相信呢個隕石係遠古嘅時候呢嚟自火星。咁有咩特別呢？嚟自火星嘅隕石特別在呢，佢喺呢一個嘅隕石入邊揾到一啲嘅有機化合物，就係而家你畫面見到類似我哋所謂嘅細菌嘅呢一啲嘅微觀結構見到嘅喺個顯微鏡之下。咁所以當時96年啲科學家一見到有呢個微觀結構出現嘅時候呢，就即刻公佈啦，上晒頭條當時就相信呢個化石入邊呢個結構呢係一個間接嘅證明顯示火星上邊呢係有呢個曾經有呢個生命嘅存在。記住，火星上邊有生命存在，未必係我哋想象中嘅火星人，即係未必係高度嘅生物、高度智慧生物，可能係一啲微生物但係總之喺外太空出現一種生命體，無論佢係細菌、微生物都好，都屬於外星生命嘅，得唔得？咁所以佢哋就當時係因為有呢個類似細菌嘅微觀結構呢，就公佈咗火星會唔會有可能真係古代有呢個生命呢？咁之後後來啲專家亦都有啲反駁嘅，就認為呢個只不過有機化合物，就未必直接可以證明到有生命，因為有機化合物同生命本身或者有生命嘅生物呢，都仍然有一段距離嘅，所以佢哋當時呢都比較謹慎都唔敢即刻歸論話一定火星係有生命嘅。但係去到09年11月呢，呢個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旗下一個部門叫做林頓約翰遜太空中心呢嘅科學家再重新去驗證呢一個嘅隕石。咁佢哋經過第二次驗證嘅時候呢，相信呢一個嘅結構係真係一個有力嘅證據，證明呢遠古嘅時候呢，火星的而且確呢有機會係有呢個生命嘅存在嘅。而呢種泛種假説嘅概念呢，甚至影響到其他文化界，就係呢個小説界因為著名嘅小説家呢Dan Brown 呢都攞咗呢個題材，即係呢個南極洲發現嘅火星隕石呢作為佢嘅小説題材，就寫咗本小説叫做 Deception Point 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外星生命嘅發現喺呢個南極嗰度咁都幾好睇嘅，因為呢本係喺達文西密碼之前出版㗎啦，因為當時10幾年前好興睇達文西密碼，咁當時我一次過買晒 Dan Brown 所有嘅小説，就包括咗呢個 Deception Point， 咁值得睇嘅咁泛種假説本身呢就係想解釋地球嘅生命嘅來源啦，但係佢其實冇排除過上帝創造生命呢一個概念㗎因為佢只不過呢將件事推後咗啫，佢認為地球嘅生命唔係地球本身演化出嚟，而係嚟自外星生命，甚至外星文明等等但係其實冇解決過生命點樣嚟呢個問題嘅，即係就算你話泛種假説啱啦，佢係嚟自一啲外星嘅星體，咁你應該再仔細啲問，究竟嗰啲嘅微生物、嗰啲細菌係點樣嚟
係咪先啊？咁嗰啲細菌佢都需要人去創造佢出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嚴格嚟講呢，泛種假説係冇排除到上帝創造生命呢個概念。咁其實呢，當然聖經話上帝係創造地球嘅生命，但係我覺得呢，亦都唔係完全矛盾嘅。即使將來驗證到泛種假説係啱嘅時候，嗱，喺我嘅立場呢，所有個科學呢嘅原理都係神所設立嘅，所以上帝基本上可以用一個科學方法咧喺地球上邊咧創造生命，就包括用呢個泛種假説呢個方法，用一啲外星嘅星體、小行星啊、彗星啊，將一啲有機物質帶落地球，跟住喺地球上邊創造生命。即係只不過呢個過程呢係上帝受控嘅一個過程，會唔會係咁樣呢？唔知，我只不過話俾你聽呢，佢唔一定要互相矛盾嘅，即係上帝創造生命同埋泛種假説本身呢係唔一定有矛盾，因為泛種假説本身提出嚟嘅時候呢，就唔係要針對呢個神創造。即係唔係一個神創論嘅反對者提出嘅，佢純粹係想解決究竟我哋嘅生命嘅來源係咪淨係地球本身一個環境之下可以創造到呢？係咁簡單啫。咁所以要搞清楚啦，就係泛種假説佢只不過係想解釋地球嘅生命來源啫。除咗呢個南極洲所發現嘅火星隕石之外呢，其實都仲有其他嘅間接證據顯示外星可能即係有啲微生物或者生命體嘅就係同呢個阿波羅12號有關。咁阿波羅12號就係一個登月計劃因為我哋人類第一次登月就係阿波羅11號。咁而阿波羅12號就係第二次嘅登月計劃，就係當年1969年嘅11月19號，呢個阿波羅12號嘅太空人呢，連埋個登月艇呢，就登陸月球。個登月艇叫做測量員3號，就係你而家左手邊所見到嗰個機器啦，個登月艇嚟嘅。咁當時佢哋就喺月球上邊進行佢哋嘅登月任務啦。咁當佢哋完成咗之後呢，啲太空人連埋個登月艇翻嚟地球嘅時候呢，就發現喺登月艇上邊佢哋呢揾到一個嘅微生物，就係而家你畫面見到嘅鏈球菌佢哋揾到。咁係不尋常嘅咯。如果登月艇翻嚟地球，發現登月艇上邊有鏈球菌，咁你就要追問究竟呢啲鏈球菌嚟自邊度？會唔會嚟自月球呢？如果嚟自月球咁就有趣嘅咯，咁即係月球上邊有微生物但係當時呢 NASA 嘅太空專家呢分析認為佢相信呢啲鏈球菌呢係由地球帶上去嘅，即係個登月艇未登月之前係受到污染啦，有啲鏈球菌一早係喺個登月艇上邊，於是發射去到月球嘅時候呢，完成任務再翻嚟嘅時候，啲鏈球菌仍然存在，於是就令到啲人有誤解，認為佢嚟自月球嘅。呢個就係原本初步嘅諗法嘅。但係去到呢2007年NASA 就翻案就重新再調查呢件事就將呢個測量員3號呢個登月艇所拍攝到嘅登月嘅畫面呢，重新去研究一次，去揾下啲證據嘅。你喺呢個時候你就要問下點解事隔咁多年原本登月嘅過程係1969年11月但係去到2007年點解 NASA 要翻案先？事隔咁多年喎。翻案咗之後呢，佢淨係公佈咗佢會再去研究。但係由07年到而家10幾年呢，佢又冇特別其他嘢公佈出嚟。咁究竟佢呢10幾年入邊研究嗰啲乜嘢呢？會唔會真係發現到鏈球菌係嚟自地球，於是佢就不了了之定係佢發現到個鏈球菌其實真係嚟自月球咁就好震驚啦。於是要冚住個消息唔公佈呢，會唔會係咁呢？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因為佢可能相信我哋人類仲未接受到其他星球有生命嘅時候，佢可能暫時掩蓋嘅真相，亦都唔出奇嘅。咁當然而家無法證實究竟呢個鏈球菌，即係以我哋外界人嚟講，我哋冇足夠證據知道究竟呢個鏈球菌嚟自地球定月球，因為所有嘅證據、所有嘅拍攝影片都係 NASA 自己所存有嘅。咁究竟佢喺影片入邊見到啲乜嘢呢？呢個真係一個謎嚟嘅。咁我只能夠話俾你聽呢，喺阿波羅12號呢個任務呢，的而且確出現咗呢個鏈球菌。咁至於鏈球菌嚟自邊度，大家信邊一套呢？就大家自己去決定啦。呢個係一個有趣事件呢，即係話俾你聽，原來曾經都發生過登月艇上邊有呢個鏈球菌嘅發現嘅。咁翻嚟講阿努納奇先。咁阿努納奇呢，其實有另一個分支叫做伊吉吉
英文叫 Igigi 啊，即係個名好 Q 啊，伊吉吉。咁伊吉吉係咩嚟嘅咧？其實同阿魯納奇係好相似，有人話係同一個種族，亦都有人話佢係阿魯納奇另一個分支。嗱，啱啱講咗阿魯納奇落咗地面掘金啊，有600個啊，而伊吉吉咧係有300個，就冇落地面嘅。原本就係喺個軌道上邊去負責執行任務嘅。係乜嘢軌道呢？就係啱啱我哋所講啦。咁嗱，而家你畫面見到就係伊吉吉嘅一啲嘅浮雕啦。咁究竟佢哋嘅任務去進行啲乜嘢呢？就係咧負責進行物流啊，就係地面嘅600個阿魯納奇掘完金之後，咁要運翻上去鳥布魯上邊噶嘛。啱啱講咗係要減低佢哋溫室效應啊，但係運送過程呢，就呢個伊吉吉呢，就會喺個地球表面嘅軌道嗰度去等候嗰班阿魯納奇掘完啲金呢，就運上去軌道上邊俾呢班伊吉吉，而伊吉吉就將呢一啲嘅黃金再運送過去鳥布魯嘅。因為當阿魯納奇由鳥布魯落嚟地球嘅時候呢，佢可能需要坐一啲嘅運載工具嘅，而個運載工具呢，就會圍繞地球嘅軌道喺度運行。咁嗰班伊吉吉就喺個軌道上面等嗰班阿魯納奇運啲金上嚟，所以個角色係有分別嘅，即係阿魯納奇係落咗地面而伊吉吉呢，就理論上喺個地球上空嘅軌道嗰度。呢種角色呢，就我可以。而家你白色呢個位置，你想象就係個鳥布魯嘅位置啦。鳥布魯同地球可能都有一段距離噶嘛。就算佢飛近地球之後，因為佢唔係同地球嘅軌道啱啱好重疊噶嘛。咁喺呢個中間嘅物流過程就要靠嗰班伊吉吉去幫手啦。而我就可以用一個比喻啦，就阿波羅11號嘅登月計劃呢，去做一個比喻呢，就明白到點解伊吉吉要滯留喺個軌道上邊，而阿魯納奇落地面。啱啱因為講咗阿波羅12號，咁我順手講埋阿波羅11號啦。咁當時阿波羅11號係點樣呢？個登月計劃咁就係個火箭發射啦。咁當時呢，就係有3個太空人呢去負責呢一個嘅太空任務嘅。咁邊3個呢？你見到畫面最左手邊呢，就係 Neil Armstrong 啦，右手邊嗰個就係 Edwin Aldrin 啦，中間個就係 Michael Collins。咁3個太空人負責個太空任務，但係佢哋各自有佢哋自己嘅角色。你亦都見到佢哋嘅笑容唔同嘅喎，係嘛？Armstrong 笑得係最燦爛啦，呢個第2笑得燦爛就係呢個 Aldrin 啦，最冇笑容呢就係呢個 Michael Collins。咁一陣間我會解釋點解個笑容唔同嘅。首先我哋講一講今次嘅太空任務。當時係地球發射啦，發射咗火箭帶咗個阿波羅11號嘅登月艇去月球嘅。佢係利用咗地球嘅引力去加速啦，進入咗月球軌道。但係當佢進入月球軌道嘅時候呢，嗰個阿波羅11號呢係分離嘅，係分體嘅。因為阿波羅11號其實有2個構造，其中一個構造叫做軌道艙，另一個構造叫登月艇。真正會落到月球表面就係呢個登月艇。登月艇就係右手邊呢個結構啊。而呢個軌道艙呢係唔會落月球表面，佢會繼續圍繞月球上空嘅軌道喺度兜圈嘅。就係而家你畫面右手邊啦。就係當佢進入咗月球軌道嘅時候呢，個登月艇會分離開咗個軌道艙。咁就會個登月艇就直接降落去月球表面。咁而呢個登月艇係載埋嗰2個太空人落去嘅。所以唔係3個一齊落去嘅，唔係3個太空人一齊落月球表面嘅，因為你一定要留翻一個太空人呢負責呢一個軌道艙，因為呢個軌道艙呢啱啱講過，佢會圍繞月球嘅上空軌道一路兜圈，就等乜嘢呢？就係等當呢2個落咗月球表面完成任務嘅太空人坐翻呢一個嘅登月艇，就會發射翻上去呢一個嘅軌道艙上邊匯合嘅。所以係2個太空人喺下邊，1個太空人喺上邊。嗰2個太空人完成任務就翻上去個軌道艙。咁翻去軌道艙呢，即係個登月艇同軌道艙結合之後呢，咁佢就會將嗰3個太空人呢再運送翻去地球降落嘅。呢個就係成個過程。所以點解當年呢伊吉吉要喺軌道上空呢？就類似呢個概念啦。你可以想象佢當時可能都有個飛行器，就會圍繞住個地球嘅上空軌道呢，就係由嗰班伊吉吉呢去負責控制個飛行器，而嗰班阿魯納奇嗰600個就落地球去
掘金。當佢掘完金呢，就好似呢兩個太空人呢，就坐翻個飛行器上翻去呢一個返回艙嗰度，將啲黃金俾伊吉吉，然之後伊吉吉呢，就用個所謂嘅太空船又好乜都好啦，就運送翻過去佢哋嘅 Nibiru 嗰度。得唔得？所以點解阿魯納奇同伊吉吉係有分別？就係伊吉吉係喺個軌道艙或者軌道上邊負責物流運送啲黃金去 Nibiru 嘅。咁所以我點解會特登講呢個阿波羅11號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等你知道呢伊吉吉同埋阿魯納奇個角色上邊嘅分別，得唔得？好，咁我哋翻返去啱啱呢幅相啦，就係解構翻點解佢哋笑容唔同啊？就係邊個負責軌道艙嘅呢？就係呢中間呢個 Michael Collins。即係佢冇機會落月球，冇機會登陸月球，所以佢咪冇乜笑容咯。即係佢由地球去到月球軌道已經經歷咗384000公里㗎啦，就爭嗰一步，爭少少可以登陸月球，但係因為佢嘅任務或者佢嘅角色係唔能夠降落月球表面，咁只能夠另外嗰兩位太空人，即係呢個 Armstrong 同埋 Aldrin 可以落到呢一個嘅月球表面，所以佢哋有笑容啦。你見到仲要呢個Armstrong笑得咁燦爛，最燦爛係佢點解？因為佢第一個踏出登月艇個腳係踩落月球，第一個就係佢，得唔得？即係講啲咩人類我嘅一小步，人類嘅一大步，就係呢個 Armstrong 講嘅，所以佢係最開心嘅。你見到第二個開心就係呢個 Aldrin，佢係第二個踏落月球嘅人，得唔得？而呢一個目無表情嘅 Michael Collins， 因為佢係冇份踏足月球。咁所以你明白佢表情係咁樣啊，所以升空之前影呢幅相已經顯示咗佢哋三個人嘅心情啊，得唔得？咁所以你會明白到呢，蘇美爾浮雕點解伊吉吉個樣都係咁呆滯呢？眼仔碌碌大好呆滯。你對比翻 Michael Collins 個樣呢，大家都係眼仔碌碌大都好呆滯，冇笑容就係因為嗰班伊吉吉同呢個 Michael Collins 一樣，都係冇機會落地球啊。即係Armstrong 即係呢一個 Michael Collins 就冇機會踏足月球而伊吉吉就當時個角色亦都唔能夠落地球嘅。咁其實伊吉吉都唔止咁少嘅，其實伊吉吉佢本身仲有啲秘密，就係一個秘密任務仲有即係唔係淨係負責呢一個軌道艙上面物流咁簡單嘅。喺呢個思前教授嘅文獻分析，佢發現伊吉吉仲有另一件事係做咗嘅。而呢件事呢，佢亦都話俾你聽呢，伊吉吉本身可能呢同我哋以諾書入邊一啲嘅角色有關，亦都同我哋聖經入邊所講嘅大洪水事件都有關。究竟佢哋之間有咩關係呢？伊吉吉同以諾書同大洪水之間嘅神秘關係呢？其實伊吉吉嘅秘密呢，就係呢，佢原本啱啱都講咗佢哋嘅設置就係淨係喺負責個軌道上邊負責物流啦，但係後來阿魯納奇呢發現佢哋掘金嘅速度唔夠快，於是呢就要揾天空上邊或者軌道上邊嘅伊吉吉落嚟幫手一齊去掘金即係要盡快掘多啲黃金，再揾翻上去Nibiru 上邊嘅。咁所以喺蘇美爾神話或者思前教授嘅解讀呢，最尾啲伊吉吉呢係真係有機會落地球啦，就落咗地面去掘金嘅。咁而佢哋掘嘅位置亦都係啱啱所講啦，就係阿魯納奇喺南非近呢個東非大裂谷嘅位置嘅金礦嗰度進行掘金。咁而根據呢個思前教授嘅分析呢，佢話伊吉吉其實有個基地嘅，即係除咗啱啱天空上邊個軌道之外呢，佢仲有一個實質嘅基地就係火星嗰度嘅。所以喺思前教授嘅概念就係火星就係伊吉吉嘅基地，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呢就會負責地球同埋火星之間嘅物流嘅，即係除咗運翻去 Nibiru 之外呢，火星上邊去建立伊吉吉嘅基地嘅時候呢，亦都係佢哋伊吉吉幫手聯繫地球同埋火星之間嘅物流方面嘅事嘅。咁所以呢個係有趣嘅。咁所以你話火星係咪即係有呢一個生命，有呢個文明啦？啱啱講咗啦，96年喺南極洲發現咗個隕石，認為火星上邊有可能有呢個微生物。而家思前教授話俾你聽，伊吉吉嘅基地竟然就係火星。咁究竟兩者有冇關呢？呢個係有趣嘅。另外就係伊吉吉呢，佢嘅名原來有意思嘅。伊吉吉只不過一個發音係蘇美爾嘅名，但係譯翻過嚟代表觀察者。即係我哋英文入邊嘅 Watcher， 即係以諾書入邊嘅守望者其實
咁所以呢一度就拉上關係喎，即係以諾書講嗰班守望者或者我第一本書已經講咗好多，就係佢哋呢，其實就係回應緊聖經創世記第6章所講嘅神嘅兒子啊，就係呢班守望者啊嘛，就係佢哋神嘅兒子見到人嘅女子美貌啊，就落咗地面呢，娶咗地面嘅人類女子為妻啊，即係呢啲神嘅兒子即係喺蘇美爾版本就係伊吉吉，如果係以諾書嘅版本就係守望者，即係墮落天使。嗱，如果咁樣睇呢，即係墮落天使可以對應蘇美爾嘅伊吉吉呢，咁就有趣咯。即係話俾佢聽，真係呢個蘇美爾文明啊，就同呢一個嘅墮落天使有關啦。所以點解我第一本書會有呢一個嘅立場即係用宗教角度去分析呢個蘇美爾嘅神話或者蘇美爾眾神嘅時候，因為我當時已經知道伊吉吉其實就可以對應翻以諾書入邊嘅守望者甚至阿魯納奇對應都得，因為啱啱講過有人認為伊吉吉就係阿魯納奇入邊嘅分支嚟嘅。咁所以我嘅第一本著作就講到阿魯納奇本身就係對應我哋宗教入邊嘅墮落天使嘅，即係守望者，其實就係回應緊創世記第6章呢度所講呢，就係神嘅兒子同人嘅女子交合之後呢，就生咗班巨人嘅。呢個係和合本修訂版因為如果你用翻普通嘅和合本呢，佢係用偉人嘅字眼，但係偉人係譯得唔夠準確嘅，巨人先至準確啲。英文版就叫 Nephilim 其實即係巨人拿非利人其實拿非利人其實係一種巨人族嚟嘅，即係洪水前嘅巨人族。根據以諾書嘅第6章，亦都會講到呢班守望者或者蘇美爾嘅伊吉吉做啲乜嘢呢？佢就係有200個呢度講個數字有啲唔同啦。蘇美爾嘅版本話300個伊吉吉，但係呢度就講200個天使。但係蘇美爾嘅版本話有伊吉吉落地面啫，就冇講明300個落地面。即係原本嗰300個喺軌道上邊啦，會唔會嗰300個入邊有200個落嚟呢？就啱啱好同呢個以諾書個200就對應呢，亦都有咁嘅可能。即係如果伊吉吉真係對應呢個守望者嘅時候，而佢哋降落個位置就係黑門山，就係而家敘利亞南部嘅哥蘭高地嘅位置。如果你睇翻聖經嘅舊約呢，有講到即係呢一個申命記民數記有講到呢，喺呢個黑門山以南嘅區域，即係迦南地呢，住咗一班亞納人嘅，係一班巨人嚟嘅。而阿魯納奇居住嘅地方就係呢個伊拉克，其實大家好接近嘅，都係同一個肥沃月灣嘅地區咁我喺第一本書亦都有分析過呢，亞納人嘅英文叫 Anakim， 而阿魯納奇嘅英文即係英文發音叫 Anunnaki 其實係好相似嘅，所以我喺第一本書都講到佢哋有可能近親嚟嘅，甚至係同一班種族添只不過可能一班阿魯納奇走咗過嚟呢一邊嘅迦南地，就變成聖經入邊所講嘅亞納人。如果你睇翻經文呢，就係以諾書1章8節呢，有講到呢一班守望者佢哋有咩專長其中一個守望者叫亞撒謝爾，即係亞撒蛇就教人製作兵器、盾牌、盔甲教人哋金屬加工嘅方法。而啱啱蘇美爾版本咪講到阿魯納奇或者伊吉吉落地面係掘金噶嘛即係都係一啲金屬即係都係一啲冶金嘅技術。即係翻到去Nibiru，佢哋亦都要將佢哋磨成粉末，滲喺太空滲喺個大氣層嗰度。咁即係你會見到以諾書所講嗰班守望者真係對金屬呢係特別重視甚至教人類製造兵器冶金方法等等如果你對翻創世記講呢個該隱家族呢，該隱家族其中一個成員土伯該隱亦都係打造呢個銅鐵利器嘅人嚟嘅之前我第一集已經講咗，土伯該隱呢有機會係勾結咗嗰班守望者或者蘇美爾嘅阿魯納奇。點解呢？因為根據猶太傳說土伯該隱嘅細妹叫瑪拿係嫁咗俾啱啱嗰個守望者亞撒蛇即係亞撒謝爾，即係教人哋製造兵器嗰個咯。即係佢細妹嫁咗俾亞撒蛇，所以點解土伯該隱識得打造呢個金屬銅鐵利器呢？有可能就係亞撒蛇呢同佢等價交換。就教佢呢啲冶金技術嘅，即係你俾咗個細妹我作為老婆咁我咪教翻你呢個冶金技術呢？即係有可能係咁樣勾結咗所以點解創世記第4章特登係去講呢一個該隱家族成員一啲嘅專長？
咁我亦都講過呢啲專長，你對比翻呢個阿努納奇啊，或者對比翻蘇美爾文明嘅時候呢，係一一對應嘅。即係話俾佢聽，該隱家族連埋呢班墮落守望者就係共同建立咗蘇美爾文明啊！即係喺我嘅宗教立場嚟講啊，咁呢個係相當之有趣嘅喺度啊。嗱，咁另外呢，就係如果你睇翻舊約洪水之後啦，申命記3章呢度講洪水之後仍然有一班巨人啊。佢講到就係黑門山嘅區域就有一個王啊，叫巴珊王噩，佢係利法音人嘅種族嘅成員，長九爪咁係一個巨人嚟利法音人就係洪水之後巨人嘅名稱Raphaim 其實就係洪水之前嗰班巨人即係Nephilim 嘅後人嚟咁就係靠呢個巴珊王噩因為我都幾集都講過，巴珊王噩係一個好重要角色。佢洪水，佢本身巨人嚟嘅，佢洪水嘅時候呢，就係佢找住咗挪亞方舟嘅屋頂，跟住成功避開咗嗰場洪水。於是呢，佢就過咗洪水之後呢，喺地面上邊再繁衍下一代嘅巨人所以佢就係將呢個Nephilim 同埋 Raphaim 拉上關係嘅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如果冇咗佢，理論上洪水之後唔應該有任何巨人嘅，因為理論上洪水已經毀滅晒所有巨人，但係就係爭咗佢毀滅唔到呢個巴珊王噩，因為巴珊王噩呢其實發音嚟嘅，佢對應翻次經入邊嘅巨人奧格嘅奧格，如果同一個譯音其實同噩係同一個角色嚟嘅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個關係出咗嚟啦就係洪水後嘅巨人係同洪水之前嘅拿非利人甚至守望者有關嘅，亦就係蘇美爾神話入邊所講嘅伊吉吉或者阿努納奇啦。如果你睇翻呢個申命記2章有講到，就係以美人或者亞納人好高大啦亦都係利法音人啦。而去到民數記13章亦都會講到呢當時即係嗰啲以色列人見到迦南地就有巨人巨人族嘅亞納族人所以亞納族呢個英文發音叫 Anakim 就對應翻蘇美爾嘅阿努納奇 Anunnaki 嘅咁呢個係相當有趣，亦都值得注意咁所以呢如果咁樣睇呢，伊吉吉呢個名本身就係觀察者，就係守望者咁當然係講緊一班墮落嘅守望者呢，咁就解通晒所有嘢，就話俾佢聽呢咁當然喺書傳教授嘅概念呢，嗰班伊吉吉或者阿努納奇係來自外星生命體但係喺我宗教立場呢，等同嘅，其實佢哋就係我哋宗教入邊所講嘅墮落天使，因為墮落天使就係住喺天堂，但係喺蘇美爾啱啱都講咗啦，佢哋嘅天堂或者神嘅聖殿就係喺星星上邊喺星體上邊嘅咁所以根本可能大家概念一樣，個演繹唔同喺我嘅立場就係墮落天使，喺書前教授嘅立場就係外星人或者外星嘅生命體嚟嘅。所以我哋耳熟能詳嘅故事就係呢個大衛王同呢個哥利亞巨人激戰呢。哥利亞正正就係嗰班利法音人嘅成員之一亦都係最後一代嘅巨人啦就係哥利亞就打即係呢個大衛打敗呢個哥利亞啦，用個石頭打中咗個額頭啦咁其實都曾經有人問過既然巨人咁犀利咁點解係會被毀滅呢？你要記住巨人本身嘅數量就唔多嘅即係當時嘅迦南地佢只不過係高大嘅，但係個量係唔多，周邊其他種族嘅人數係多好多嘅，咁所以呢，即係人多嬲死象啦，即係人數取勝即係其他種族最尾呢係人數壓贏呢一個嘅巨人，即係將呢個巨人族最尾係消滅咗嘅。遲啲我會講下呢，其實迦南地本身呢有一啲遺跡呢同呢一班嘅迦南巨人有關嘅，咁我遲啲再分享嗰度嗰啲嘢啦今集我主要集中講翻阿努納奇呢一啲嘅情況，咁所以其實聖經經常提及嗰班巨人呢，就唔係無啦啦提及嘅，就係因為佢本身係同嗰班墮落守望者有關，而神本身當時製造洪水，其實就係要消滅守望者嘅後代，即係嗰班嘅巨人
因為唔係神嘅創造啊。咁所以呢一個係成個洪水事件一個好重要嘅引爆點，就係個守望者落咗地面娶咗人類嘅女子，亦即係蘇美爾版本嘅伊吉吉落地面掘金嘅時候呢，就揾咗人類嘅女子作為妻子跟住就交合生咗一啲嘅後代，就係巨人嚟嘅。其實阿努納奇本身喺蘇美爾神話入邊都係一班巨人嚟嘅，即係個身材係相當之高大，所以伊吉吉本身呢係相當之有趣因為好多人都好少提及伊吉吉，通常淨係講呢個阿努納奇嘅因為就算係蘇美爾嘅版本嘅神話，亦都唔係咁多筆墨去形容呢個伊吉吉，佢淨係少量嘅文獻去記載呢個伊吉吉啫。咁但係其實都一直俾人一個好神秘嘅角色，點解佢成日都會喺個軌道上邊、喺天空上邊？但係如果啱啱好似啱啱我就用咗阿波羅11號登月計劃去睇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到佢角色嘅重要。如果冇咗佢呢，班地面上邊嘅阿努納奇好難可以將啲黃金好準確咁樣運送上去嘅 Nibiru， 中間一定有一個轉接者，就係呢班伊吉吉作為一個物流嘅重要嘅角色，去將啲黃金由地面帶上軌道，再由軌道帶上Nibiru咁樣嘅。講咗咁多伊吉吉阿努納奇咁係咪真係外星有外星生命呢一樣嘢呢？有冇更多近年一啲嘅最新嘅研究去研究呢個外星生命呢？其實係有嘅，就係呢一個Photon M3 嘅實驗計劃。其實呢個 photon 呢個字呢，其實嚟自光子呢個字，不過呢一個呢係法文因為呢一個任務本身係歐洲太空總署去發射嘅，就係07年9月發射咗上去呢。咁目的做啲乜嘢呢？就係太空船上邊呢帶咗一啲嘅生命體上去呢個就係個 Photon M3 嗰個太空船啦。佢入邊呢係載咗一啲地衣嘅。除咗地衣之外，亦都帶咗一啲玄武岩，而玄武岩上邊其實呢就有啲微生物嘅，就係希望呢喺呢個太空嘅輻射照射之下，睇下究竟呢啲地衣或者呢一啲玄武岩上邊嘅微生物可唔可以生存嘅。咁當時呢個任務呢經歷咗12日咁佢哋翻落地球啦，經歷咗啲宇宙射線，因為宇宙本身有好多宇宙射線，即係宇宙射線係嚟自於宇宙大爆炸嘅殘留嘅能量嚟嘅，你可以咁睇啦。因為宇宙大爆炸係大概137億年之前爆炸，咁佢到而家喺宇宙嘅空間仍然滯留咗呢啲嘅輻射。咁平時我哋就少啲接觸呢啲輻射，因為我哋有大氣層保護住我哋地球，所以地球表面嘅生物呢冇咁容易受到呢啲宇宙射線影響。但係當個生物出咗呢個大氣層嘅保護，出咗外太空嘅時候，直接受到呢啲宇宙輻射嘅照射，會唔會受影響呢？因為如果根據啱啱個范總假説因為啱啱講咗嗰啲微生物可能係滯留喺小行星彗星跟住撞落地表，但係當佢撞地表之前嗰啲小行星彗星都係太空嗰度運行緊。咁太空入邊嘅宇宙射線會唔會對呢啲小行星彗星上邊嘅微生物構成威脅呢？就係呢個 Photon M3 嘅實驗想做嘅呢樣嘢，就係想睇下究竟如果我將地衣呢一類嘅生物或者玄武岩上邊嘅微生物帶出外太空，俾啲宇宙射線射一射，射足12日佢今次呢個任務睇下可唔可以再生存落翻地球。咁喺呢個實驗入邊呢，佢哋證實到呢啲微生物包括細菌甚至啲孢子呢，即使受到呢個宇宙射線嘅暴曬，仍然成功存活落嚟。咁即係話俾你聽呢，范總假説唔係完全冇可能喎。即係個小行星或者彗星上邊嘅微生物係有機會可以克服到嘅宇宙射線嘅暴曬，都唔死，都有機會撞落地球嘅時候，就會將個有機物質或者一啲微生物呢就帶咗落地球。所以范總即係呢一個實驗係其實係間接去支持呢個范總假説嘅可能性嘅。其實除咗呢個 Photon M3 嘅計劃之外呢，亦都有另一個計劃叫做 LIFE 計劃，全名就係 Living Interplanetary Flight Experiment， 即係呢個生命星際飛行試驗計劃。咁做啲乜嘢呢？其實佢就係攞一個盒啦，就係而家你畫面見到呢個盒啦。其實係一個儲存器嚟嘅。咁右手邊就係佢嘅結構圖啦。個儲存盒入邊就放一啲微生物，咁跟住呢就發射出外太空。就原本就為期3年嘅，就睇下究竟嗰啲微生物可唔可以喺個外太空嗰度生存到3年咁樣啦。
因為啱啱都講咗啦，有呢個宇宙射線啊，或者有其他嘅輻射影響，就想試下睇下呢啲微生物喺一個咁簡單嘅個盒入邊，可唔可以捱得過呢3年嘅？但係由於當時呢個任務發射嘅過程呢個程序有啲出錯啊，即係嗰個即係呢一個飛行器都未離出地球嘅軌道，已經係脫離咗地，即係已經脫離咗地球軌道，係任務失敗嘅最尾咁有啲可惜啦。睇下將來有冇機會啲科學家 NASA 嗰邊再做類似呢一啲嘅生物試驗計劃。去驗證到究竟泛種假説嘅可能性有幾高呢？嗱，到而家目前為止仍然係叫做假説啊！即使你做幾多呢一啲試驗計劃都好，呢啲都係一啲好初步，你只能夠譬如啱啱 Photon M3嘅計劃，只能夠證明到嗰啲嘅微生物或者地衣係可以捱得過宇宙射線，捱得過宇宙射線，但係捱唔捱得過佢撞落地面嘅高速、高溫、高壓嘅影響呢？呢個係未做過呢個實驗，係嘛？咁所以佢可能要再進行進一步實驗，就係高溫情況之下、高壓撞擊嘅情況之下，咁嗰啲嘅微生物可唔可以生存先？即使生存到啦，嗰啲微生物係咪有機會真係可以演化到其他生命體呢？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㗎咯。所以我哋唔能夠好簡單就話透過 Photon M3呢啲實驗證明到佢捱得過宇宙射線，就話個泛種假説一定係正確，又未必嘅，因為個距離仲爭好遠啊。其實要真正驗證到泛種假説係真實呢，其實仲條路仍然好長。有排要行嘅呢條路，但係只不過話俾你聽呢，至少宇宙射線嗰啲微生物係有機會捱得過即係咁就要再進一步睇下其他嘅太空實驗可唔可以再進一步驗證呢個泛種假説嘅真實性嘅今集呢就暫時嚟到呢度啦，下次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關於呢啲外星生命嘅一啲實驗或者一啲證據呢去再同大家去分享啦，下次再見。